家。家字共5筆。第一不橫接勾，第二不撇，第三不豎，第四不橫接，第五不橫。左右列球。家的字義：增多、增減、追加、加倍、加俸。把本來沒有的添上去，加注解。加冕。把幾個數合起來的算法，加法。施以某種動作，加以。不加考慮。使程度增高，加工。加強。加劇。超過。加人一等，形容學問才能超過常人。乘。加的詞性分類解釋。動詞。算法上，指兩個數目的結合。如3加5等於8。將一物放在另一物的上面。如花生米加豆腐乾，滋味勝火腿。莊子、馬蹄、夫家之以行。至或是。唐、韓越宋李元歸盤谷序，車服不為，刀腳不加，理亂不知，謝柯跡不聞。宋歐陽修郎江千表，逢國大慶，必加重石。增益。如增加、加鼓。論語。子路、季夫矣，又何加言？唐、韓越答李易書，加其高而稀其犷。副詞。艮。孟子，良為皇上，鄰國之民不加少，寡人之民不加多。宋王安石遊褒禪山記，蓋其右心，則其志又加少矣。名詞。數學上的運算方法之一。乘。如漢代有加特奴。